被嘲笑的拉拉。班上的小虎拉拉是个很爱运动的女孩子，她的打扮和行为都跟其他女孩子不太一样，性格活泼率直，常常和男生们一起玩各式各样的球类运动。有一次美劳课，班上要做纸灯笼的创意劳作，但拉拉性子比较急，所以不小心啪嚓，把好不容易剪好的纸撕坏了。哇，拉拉好粗鲁哦！我奶奶说，女生如果太粗鲁，会没人要，嫁不掉哦。猴子阿奇调皮地嘲笑着。拉拉听了觉得很受伤，一气之下把整张纸用力地揉成一团。拉拉只是不小心撕坏而已，才不会没人要呢！哼！小雪率先替被嘲笑的拉拉抱不平，并给她一个大大的拥抱。阿奇，跟拉拉说对不起。小草也跳出来替拉拉讲话。阿贵老师发现班上的气氛有点不太对劲，连忙走过去问：“发生什么事了吗？”阿贵老师，阿奇嘲笑拉拉是没人要的粗鲁女生。小丽向老师报告情况。老师摸了摸拉拉的头说：“拉拉是个很厉害的女孩子，跑得快又跳得高，很多人欣赏这样的拉拉哦。阿奇，不能因为对性别有刻板印象而嘲笑别人，我们应该尊重每个同学的性格发展。”阿奇发现自己不该嘲笑拉拉，便对着拉拉说：“对不起，我不该这样嘲笑你。”没关系，我原谅你。拉拉向阿奇伸出手，阿奇握住拉拉的手，两人笑着和好了。拉拉也顺利完成了纸灯笼的劳作。故事结束，做得好！想一想，在故事中，阿奇嘲笑拉拉粗鲁，这是对性别的刻板印象。想想看，你的朋友里，谁最温柔？谁最勇敢？谁最害羞？谁最搞笑？这些性格都跟性别没有关系哦。